OK， 透明機背嘅 Nothing Phone 翻嚟啦。咁今次我哋上手呢部係佢哋兩個產品線之中一個比較 affordable 同埋經濟嘅 A 系列，嚟到第3代嘅。今次佢哋有兩部機，有 3A 同埋 3A Pro。呢度我哋都特別拎翻 Nothing Phone 2A 特別版出嚟㗎，咁就睇下今一代有冇啲咩特別嘅位置有升級，升級咗有幾多嘅。咁初步嚟睇咧，喺機身上面最明顯有一個升級位，就喺相機鏡頭由上一代雙鏡頭變翻今次三鏡頭。而呢個三鏡頭認真嘅，佢有一個係遠焦鏡頭，處理器啦同埋 AI 嘅功能上面都有一啲嘅升級。嗱，首先我哋都開箱先。哇，真係唔係講笑，好耐冇試過咁好天嘅開箱。呢個箱 Nothing 真係冇 hea 我都冇特別真係嘥大家時間去睇呢個箱，因為佢上面嘅壓花紋理係真係幾靚同埋係幾精緻。其實佢係 Nothing Phone 3A， 即係入面呢一部機嘅相機模組嘅擺放位置 exactly 一樣，真機本尊嘅。咁喺我手上面 Nothing Phone 3A， 咁而另外入面呢個係乜嘢啦？佢係 SIM 卡工具，咁佢都跟翻 Nothing 呢個透明嘅風格，佩服佢，佢真係好由始至終貫徹透明呢個風格。OK， 翻到嚟我哋睇翻部機本身嘅，咁今次喺機身嘅用料上面，其實對比上年都有一個升級喺度。最主要啦，喺 Nothing Phone 3A 同埋 3A Pro 一樣都有玻璃機背，咁而玻璃會比上一代 Nothing Phone 2A 呢一度佢嘅耐用度同埋耐刮嘅程度上，咁相信唔需要我特別再多講。但係反而呢度我再留意翻上次嘅 Nothing Phone 2A 喺打側體嘅 profile 咧，因為佢塑膠物料，佢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大幅度嘅 3D 注壓嗰個效果，做到呢個懸浮嘅 3D， 但係今次喺 Nothing Phone 3A 同埋 3A Pro 上面就用翻兩邊正面同埋背面嘅玻璃面板都係全平面，而中間嘅邊框位置都係全平面嘅直角。咁 3A 同 3A Pro 今次都有 IP64 嘅生活防水同埋防塵嘅設計，兩部機都有雙卡雙待，而 3A Pro 特別有雙卡雙待加 eSIM 3選2嘅配置。咁兩部機都係冇 microSD 插卡嘅支援，雙喇叭有啦，屏下指紋掃描器都有嘅。最重嘅重點 Glyph Interface 呢個燈光嘅效果都有嘅，佢就承傳翻上一代 A 系列，只係喺機身嘅上半呢個位置有3組嘅 LED 燈。但 anyway 3A 同 3A Pro 嘅機身中框沿用咗塑膠物料，一個磨砂嘅質感。特別啦 3A Pro 嘅相機模組呢個圓形嘅位置，佢有採用金屬嘅物料，令到上手嘅感覺其實就會再聚手少少，同埋感覺上去你掂到呢個相機環嘅位置，就會感覺到嗰個高級感會重少少。但係啦，我自己就會認為 Nothing Phone 3A 呢一個相機模組嘅設計會簡約一啲，而佢其實冇犧牲咗太多嘅上手質感。兩部機上手其實都未感覺到有廉價感，始終因為玻璃機背啦。講到相機，難得今日係好天嘅，咁我哋即刻拎呢個 3A Pro 出去影一影相。哇！佢呢個真係相當之厲害，因為啱啱完全大背光啦，係 Viewfinder。咁佢就做咗8張相嘅 multi-frame processing 嘅，跟住而家後面呢個高光位嗰個黃橙色日落，哇！呢個應該係太陽嚟㗎，我而家冇睇錯，好犀利。而人像亦都有佢嘅柔膚效果、美顏效果啦，同埋呢個 HDR 㗎啦，夠光嘅。日落喺度睇唔睇到？我相信背光咧好難再 challenge 緊呢個場景㗎啦，相當之唔錯。佢人像呢個位夠光，後面呢個日落嘅位置咧，或者係出晒佢嗰個橙色，哇！有啲雪花形狀咁樣嘅散景，咁呢個喺手機上我自己第一次見，都係今次新加嘅，就係呢度背景嘅高光位光斑人像，佢可以做到有幾種唔同形狀嘅高光光斑嘅效果。呢度有星形嘅，咁星形都係另一個我自己發現效果比較顯著明顯嘅效果。反而呢度啊，有冇睇到佢嘅 Glyph Interface 又有機會咧喺呢一部機其實最重大嗰個位嗱，校10秒嘅 timer 先。喺度咧，其實佢係會識得自己去閃燈去提我哋，跟住呢度就係而家仲剩翻幾耐啦，差唔多啦，嗱，夠鐘啦 ，OK， 影咗。真係睇翻佢實際影出嚟嘅效果啦。喺呢度佢嘅自拍鏡頭都有去到5000萬像素，同埋哇佢 HDR 呢個高光位係太陽，成個太陽出翻嚟嘅，同埋日落黃橙色嘅雲層嘅層次，人像部分都係光亮。主鏡頭同埋遠焦鏡嘅動態範圍我哋都睇睇，都係用翻人像模式嘅時間，成個日落嘅 HDR 效果都係好到位，佢嘅色調同埋動態範圍，人像嘅光亮度，而高光位亦都冇爆光，呢個亦都係運算上面一個幾明顯著嘅 step up。3倍嘅人像，呢度我特別去企翻喺太陽出面嘅位置，冇遮住去睇一睇呢個終極嘅 HDR 效果，都係啦，完全高光位控制翻嚟。
咁喺呢度我哋循例睇睇佢哋嘅相機規格咯。今次 3A 同 3A Pro 均一都有3鏡頭配置，當中有1/1.56寸嘅5000萬像素主鏡頭，基本上係達到而家主流旗艦機個級數啦。超廣角鏡有機會啦，係佢哋閹割嘅位置，對比旗艦機，咁佢哋兩部都係800萬像素。而遠焦鏡頭兩部機都有5000萬像素遠攝鏡頭，但係喺規格上面兩部機係有少少嘅分別。3A 喺呢度就用咗一個比較標準5000萬像素1/2.71寸嘅 sensor， 最盡做到30倍嘅數碼變焦。3A Pro 嘅遠焦鏡係再做一個升級啦，佢去到5000萬像素1/1.95寸，數碼變焦最盡做到60倍 zoom， 無損變焦都做到6倍嘅，實際光學變焦係70mm 3倍嘅。實際上以我自己嘅 standard 去睇的話，就喺3倍係光學無損變焦係清晰嘅，6倍都係一個無損變焦，咁佢仍然都真係清晰嘅。去到10倍左右係一個可用啦，但係稍微見到資訊損失。去到30倍左右係我自己認為最 maximum 啦，可用嘅，不過都見到明顯嘅資訊損失。60倍呢，咁緊急嘅時候應用啦。仲有呢個有冇機會係驚喜啊？佢個遠焦鏡有 Super Macro 微距嘅支援嘅，睇下最近對焦點先。OK，not bad， 再可以6倍，咁啊再近啲啦。再更加多 Nothing Phone 3A、3A Pro 嘅實拍效果之後，我哋會深入評測，再認真睇㗎。反而呢度低光夜拍呢個5000萬像素嘅 selfie camera 係真係做到嘢，佢現場已經接近完全入夜，咁但係出咗嚟嘅效果光過肉眼睇好多，因為而家都睇到肉眼係咁樣出咗嚟效果啦，加埋佢 HDR 效果，呢個自拍鏡頭係絕對一讚。片方面就有 4K 30fps 嘅，咁喺呢度就有電子防手震加光學防手震，咁出嚟嘅效果嗱，我呢個 gimbal 都係腳架嚟嘅，唔係 gimbal，咁佢就冇防手震嘅，咁但係出咗嚟嘅效果而家可以就真係實際睇到，同埋佢嗰個高動態範圍啦，咁佢而家直接對住呢個太陽日落，但係呢度要注意嘅，佢嘅 4K 30最高 4K 30啊，因為 Snapdragon 7S Gen 3就冇支援到 4K 60。同埋 4K 呢個解像度咧，受限翻個 sensor 本身啦，超光個鏡係冇支援嘅，佢800萬像素啊嘛，咁啊最高只係 1080p， 但係咧3倍遠焦鏡呢支又比較高規格，佢又做到 4K 30。OK， 始終現時嘅上手時間有限啦。咁關於上一代同埋今一代影相上面分別有幾大啦？有冇分別啦？咁就 stay tuned，在下一次嘅深入評測會仔細同大家睇再多啲用 Nothing Phone 3A Pro 影嘅相啦。OK， 佢嘅螢幕都係另外一個有升級嘅位置。咁今次 3A 同埋 3A Pro 都應用一塊6.77寸嘅螢幕，都有支援120Hz 嘅高刷新率。最主要係光亮度上面，今次去到3000 nits 嘅。咁今日啱啱好有大太陽，咁可以睇到大太陽下面其實去影相個 Viewfinder 都係足夠嘅光亮啦，顏色都有去到 AMOLED 嗰種純正嘅黑色嘅，反而係佢嘅螢幕邊框屬於一個正常 reasonable 嘅水平，不過唔算真係特別而家我見過最薄窄，不過我相信呢個又未必係佢一個 deal breaker 嘅位置。OK， 發現呢度 AI 嘅功能喺機身呢個位置出現一個按鍵，咁如果你有追開比較早幾年之前嘅 Sony 手機，應該唔完全陌生，但喺呢度佢嘅作用咧，其實係做翻一個自己個 Essential Space 呢個功能，長撳啦。OK， 即時做個 Screen Capture， 同埋佢而家可以做到錄音嘅，佢可以咧做到即時嘅語言翻譯添嘅，而佢係有支援廣東話嘅。咁我而家講咗一堆嘢啦，再放手，好啦，咁去翻頭先 Essential Space 啦，呢度，好，等佢 process 一下啦。嗱，我而家用咗英文界面啦，但係咁頭先講嘅廣東話其實佢係做到即時。中英夾雜 Screen Capture 出到喎，佢出翻一個繁體字嘅中文出嚟俾我哋㗎。再可以啦 ，Collections 呢一度其實係可以增加唔同嘅分類。咁我呢度 Barcelona 咁樣將頭先呢一個 Screen Capture， 我揾緊去西班牙有啲咩特別地方去玩啦。好，咁我揀咗呢兩個，跟住 Add to Collection， 再擺去 Barcelona。OK， 咁呢度就做咗個 Screen Cap， 有內容整合摘要㗎啦，然之後係一個 Collection 嘅形式，好似有相簿咁啦。OK， 界面嘅自定化都係新加嘅，同埋都係 Nothing Phone 最重大嗰個位置啊，有機會。咁喺呢度 Lock Screen 撳開去，呢個係真係今次新加嘅，係有幾個 Lock Screen 個時鐘嘅風格，咁呼應翻咯 Nothing 自己嗰個點形嘅字體，同埋呢個四方形，咁佢整體嚟講都係比較簡約啦。
科技感重一啲嘅。咁我自己幾中意呢一個。好，下面可以加，我哋睇下可以加啲乜嘢啦。哦 ，OK， 佢真係跟翻 Nothing 自己一套個效果，即係個色通啊，同埋個字體。主界面我而家用咗 Nothing 自己個好均一化嘅，全部用咗黑色個 color icon。咁喺呢度你可以用翻 default， 係啦，咁你就彩色翻咯，跟翻 Google 原本。反而係 AI 功能呢度，咁我自己都唔知道有幾 official 啦，細聲講嘅。咁佢呢度原生國際版上面係香港版本未有直接咁內建 Google Gemini 嘅服務，不過佢亦都有 Google 嘅服務啦，同埋香港可以完整用到，咁所以就可以直接上網下載翻呢個 Google Gemini 嘅 APK 嘅檔案，裝咗 Gemini 嘅 APK 之後，再用 VPN， 其實係可以成套 Gemini 嘅服務都喺呢個 Nothing Phone 3A 系列上面完整應用噶啦。咁 Gemini 咧，始終佢係 Google 系統嘅一部分，佢同其他 Google Apps 嘅連結係會比較好啊，同埋佢喺呢度除咗對聲音之外，佢對相機影相或者 Screen Cap 都係有內容嘅認知能力。你可以影張相之後問佢問題。Wow, this place looks stunning for watching sunset. Where is it? 好，佢認香港嘅地方冇問題㗎 ，Google Map 啊嘛。最後嘅香港嘅定價同埋上市日期上面，今次嘅 Nothing Phone 3A 喺而家即時3月11號即時發售啊，而去到3月24號之間係有首購禮遇優惠啦。入門嘅版本8+128係2599，12+256係2999，3A Pro 喺香港就有一個版本12+256 3999嘅。咁呢兩部機我自己就覺得考慮到佢哋成個上手嘅質感、螢幕嘅顯示效果、Snapdragon 7S Gen 3嘅處理器大致都係一樣嘅規格，系統嘅功能上都未有一個明確嘅分別，最大嘅分別就會喺相機啦，而相機最大嘅分別亦都喺遠焦鏡頭上面嘅分別會比較大，咁所以我自己認為喺12+256呢個版本1000蚊嘅差價上面，視乎你自己對於遠焦能力上面有幾重視啦。而我自己又會認為，因為 Nothing Phone 3A 本身已經比起 2A 多咗一個3倍嘅遠焦鏡頭，純粹係佢嘅 sensor size 同埋最盡嘅數碼變焦效果未去到 3A Pro 咁高質素。假設佢作為你未必係你唯一嘅手機 second phone 或者係買俾屋企人應用嘅話，咁 3A 反而佢嘅性價比會再高嘅。咁如果你係唯一一部電話嘅話，咁 3A Pro 佢個遠焦鏡頭有的而且確會比較好一啲。咁但係當然啦，再更加高級數嘅處理器同埋相機嘅系統有冇機會呢？喺嚟緊 Nothing， 因為 Nothing Phone 每一年都有一個正旗艦啊，Nothing Phone 3有冇機會喺稍後時間再推出？咁呢個密切留意啦。